走进这里，希腊风的蓝白色调让人仿佛置身地中海。老板范文康为了打造梦想的餐厅，18年厨师之路，四处取经。前后做了大间小间，差不多50间。你做了50间餐厅啊？从当学徒的时候就想要开餐厅，这是我的理想。哦，你花了多久才完成？18年，扣掉当兵。花了18年。电信创业梦，范文康格外珍惜，一边精进厨艺，一边还得学着当老板。严格的自我要求，只怕辜负饕客的期待。煮到他满意，那就很高兴。那种对我来讲是比中乐都还要高兴。是否用心，客人反应最直接。老板骄傲地说着，有个家庭4年来消费20多万，还有熟客光吃面就知道老板在不在。有时候我回台北，他就会用餐时间打电话给我，他说你今天放假，我说对。那吃的时候就会有差一点点，很厉害。异国盛宴，美食当前，让人难以抗拒。经常高朋满座的场景，给老板无比的信心。生意很好的客家话怎么说？有没有教过？生意浓厚，生意浓厚，生意浓厚，生意浓厚。